無繩跳繩。呢個體能運動系列由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設計，共4個體能物資，專業教練示範同講解，簡單易學，適合不同年齡同體能人士，可以喺家居或室內場地進行。注意事項：運動前輕便服裝，充分熱身，空氣流通，足夠空間。運動期間健康狀況、運動強度，如有不適要立即停止。運動後要緩和身體，如有問題必須請教家長、教師或者教練。無繩跳繩。原地跳，雙手配合節拍擺繩，維持30秒，保持自然呼吸。可以按自己嘅能力調整速度，或者坐喺椅子上進行。無繩跳繩。單車步，先練習單腳跳，然後配合擺繩，單腳連續跳10次，然後換腳。跟住左右腳交替連續跳30秒，可以按自己嘅能力調整速度，或者坐喺椅子上進行。無繩跳繩，開合跳。打開腳至肩膊闊度，再跳起時雙腳合緊，配合擺繩連續跳30秒，可以按自己嘅能力調整速度，或者坐喺椅子上進行。注意跳嘅時候腳尖先落地。無繩跳繩，弓步跳，以弓箭步起跳，前後腳交替，配合擺繩，維持30秒。保持自然呼吸，可以按自己嘅能力調整速度，或者坐喺椅子上進行，前後腳交替進行，可以訓練我哋嘅下肢肌肉。而家我哋將啱啱學到嘅4個訓練動作組合成1分鐘跳繩組合大挑戰：原地跳、單車步、開合跳、弓步跳，每個動作進行15秒，可以按自己嘅能力調整速度，或者坐喺椅子上進行。呢個運動可以提升我哋嘅心肺功能。注意跳嘅時候，我哋要前腳掌先落地。3、2、1，開始。